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亚礼拜一客家新闻杂志。亚礼拜一节目，我哋制作嘅办我模拟运动30年嘅内列报道。一开始先来回顾亚从沙飞运动嘅历史。1987年7月15日，台湾系基础嘅经验，本等下下速度控制嘅台湾沙飞，天天呢对威权时代行向民主政治。客家风云杂志就睇安尼嘅时代背景下产生呢一群客家前辈。 创办的杂志来屯行人发生，韩国1年过后，期盼办我模拟太有行，要求爱屯港天法第20条对方言的限制条款改做保障条款，韩国全面来开放行业电视节目，建立多样又开放的语言政策。有行队伍系睇国父纪念馆始终出发，经过闹热的冬天，提名行到立法院、行政院去抢业。 长期受到不平等待遇嘅客家乡亲，台上嘅屯政府喊出訴求，媒體運動過後帶來改態嘅影響同影響。我唔我係講係阿爸阿花，哦，因為本人看唔起，政府嘅禁止，那就讓我脫離啊。偏偏有納費，有周邊，親義務，但是呢？ 媒体的第四權完全被漠視。也係因為冇見嘅發生呢，就使到自家當赤壁啊，到那呢就唔敢本人提供自家係行業嘅。冇客家話呢，就冇客家文化；冇客家文化，就冇愛客家人。權益咪天上跌下來啊，所以應該爭取啊。 現在客家人喊唔出來答辯，唔是幾多台客家話作為模特，客家字體要為唔見，故所要被按照南疆嘅客家後生又結合起來，向下行街頭，向下爭取客家電視節目，向下來為維護客家人嘅權利，延續客家文化，協力奮鬥，客家人就唔會本人受磨黑來。 就唔會對唔起我國父爭取自由、創建民主嘅苦心。啲國父通常挑戰先圖自國父本，自本係中下位寫嘅，中下位啲共同創造裏頭，老上警告就講，介條是先前當複雜。中央區苗栗嘅傅文珍啊，同埋強下多讀資源，而且佢本身呢個沙威 TV 帶落去嘅人語言同樣呢也大。 以當時嚟講嘅國民黨一黨專政嘛，對台灣嘅河洛話、台灣嘅客家話、原住民話，其中認為佢係一個地方性較大小、嚇較少唔得台面嘅語言嘛。大家共通嘅語言呢，我就當然展現啦，哈。但是推動共通的語言，不可以抹殺各族群的語言。 啊，台灣嘅歷史哈，台灣嘅東西哈，做唔得研究，做唔得講，嘛該客家啦，哈，做唔得啦，啊，你講你充滿公平啦，冇平等啦。看到張經嘅乜嘅個人那個文化，叫做河洛威講啊，河洛威是對罪，佢唔係講河洛威嘛，哦，結果又冇客家威，是大家是你哋嘅國想啊。 就講客家面介威係上天師。我你那講個客家人呢，哇！你都哎呦，你客家人哦，哎呦，哦客家人哦，咁乜嘅表情啊，哦，你向我度講到客家人我歧視。 1987年7月15日夜，10月包含中春節，點知後楊建福、傅鳳英有容易定義，向下判嘅客家風雲雜誌重看，唔但搶台灣行業又趕頭後來發生，還拿台灣客家認同出現用開始。佢咱係上出嚟講，用客家風雲最好，要風趣引用，係客家人嘅乜嘅問題哦，我拿出嚟討論嚇，乜嘅問題嚇，我勇猛精進嚇，我哋。 打破了我哋不平等嘅東西。我盼着客家風雲雜誌哦，安尼募款哦，有的人吼，佢我捐咧哦10萬20萬，唔肯佢講，徛命嘅，佢唔敢佢講冇啦，冇本事啲啦。
台社会考核站高燃，是系威权时期推翻民主思潮开始发展嘅素材。该两是客家乡亲也接受每类两开会讨论问题。选天数哈，判给世界客属文教基金会哈，请到钱，请到素材，请到银哈，还有个判给可能6堆客家之夜哈，大家哈来适合哈，还有我宣布讲要送几条。台湾冇上到权利咩？嚇，跟住政府講嘛就講嘛，學校講嘛就講嘛，咁咁講天機法咯。其實大家開始咁講嘅。虽然这件概念，不过受住行同汉体为数多亲戚单位主义。警察咯，一天到晚的人还不喊的，好，上司吼，都摸你讲，调查你要做嘛干做嘛，沙飞那个整个的气氛哦，等严肃。用爱是政治苏南者，爱后退，哦，我咩讲啊，咩唔讲啊，我不可以更交代讲，政治这类研究哈，但是哈。嘅摩擦哦，哈，嘅危險哦，哈。不過重啟數到阿伯，官方嘅行業唔過點數嘅。黃怡、韓國鍾春蘭個林依雄老師、邱榮舉很多茶，叫個元龍茶坊數字分開啊，聊天嘅時間摸出來盤一槍。翻我母語嘅太要坑啦！准平演老1988年12月28，客家鄉親國鐵沙台聯會每行業都準備推翻參加遊行。我係民進黨嘅，所以講客家嘅選舉體會宣傳就同埋一調啊，學嘅特別。孫中山革命家講和平奮鬥救客家，當年只能佔10%，而且逐年遞減。在這種錯誤的法令之下，不但閩南語被封殺，客家話同樣被封殺。開始嘅時候有7、8千沙行到幾多人，係見行見多人，可見台北市啊。遷到客家人變咗隱形嘅偵查嘅喇叭嘅上前台嘛，一屆會聽人來。上街頭時間左中右統都全部來啦，啊，看起來是喪屍一態。該六是民進黨長新定某9第萬我母語認同就皮時期也當出現。民進黨講實都想要吸收安尼客家人啊，哦。伊都接落來了，哦，要麼送溫暖啊，要麼天數等等吼。咁啊，國民黨啊，強到要死人了，哪個做咧？喺民進黨啊，佢本然感覺到咧，喺民進黨認同嘅。回到5本年特種人權票搶，中春蘭送請辦法，超過民黨嘅幾人來參加，老主行工作係文化認同，5本黨派強下10萬來支持客家嘅權益。做唔得哪呢？該黨旗做唔得，國民黨嘅做唔得，民進黨唔得，專拿呢客家人來起嘅，這樣來當堅持。合資嘅人合法，讓你結果，使到人哋嘅生意嚟跌崩咗，呢啲唔掂嘅，乜都合法，也強調嘅，自家做合法，甚至於規個挑戰嘅，自家做行業根本就可以減少。第四川超紅台上講會該係偏東客家台樓碰青春，決定以老日青年轉家地，財產老先手農民老客家認同，爭取各項權益係當屬人尊敬嘅前輩。開放客家節目，客家節目唔單止可以有一個新聞片子，也可以有一般的娛樂節目，是嚟嘅一個老人家有機會看到一個客家嘅片子，安尼呢，我哋客家人啊，哪唔會俾你看水小？客家遊行當中，南外之界屬民主之界，就係放縱我都從刀標上個大半就亞出到界從巴西台市，上咗個林病份，為涵蓋係亞啲求年歸線呢。那個中央政府太過，還是客家人，睇個做那個笑啊！真有行啊，你要改造，要變造，你那麼注目是多年注目是讓上你就會出來。主要跟
10年前，该领是82歲嘅30股，講起反同流隊客家鄉親參加萬我夢嘅沿途，都講到落力噴天。不知不覺本同我係，所以我要注意到人嘅50年前，我就一他嘅講係，整個一副係用就很出來，所以我就不同。以前到介紹馬介紹歌，可能只裝住行相片，事件潮記就多咗一概念。客家文化、客家語言啊，從我小時起嚟，喺呢邊啊，我邊都冇人講客家嘅，我哋睇下持續啦，整書入嘅客家語言嚟嘅推廣。10年28，萬我夢嘅沿途，請貴府孫中山來做名字做兩嘴，貴府帶領最愛慕嘅兩種相片，大家最想動心，也係兩項認同嘅相片。你既然講要建立一個民主嘅國家，結果人國父啊，佢哋喺在唔上台咁樣講嘅客話，哦，所以呢場我用嚟造成一個反諷嘅效果，哦，迄個亞洲老嘅春蘭子講唔怕，呢度本人罵嗬，罵呀嗬，面爭乜討論啊，你嗬，人個罵到嗬，樣辦誒，我知道，我歷史嗬會還我公道嘛，好，故說因為你喺封面哦，你喺封面，他就甲我講，哎呦，原來哦，國父係客家人呢，你還像這樣嘅東橋咩？行業冇機會發生，對自家冇此事，大幫助客嚟講出訴求。客家話係雙田字，本台即刻嚟講客家話，大家唔敢講，先是家係客家人啊，也得是我基本係要就是建立啊開放多元化嘅應該語言政策啦。主行隨五地貴府建陽關前中出發國後，對光復南路、行到中校東路、經過紹興南街、濟南路，來到中山南路界的發展挑戰，向前排代表宋強嚴肅，韓國客家市推理人肉劉發翠，出來迎接列條用錢，最尾隨五個係行政人強年。本來行起總督府啊，不過也地位也要因為客家婦人雜誌也要國民黨嘅人啦，嚇。也就意見，大家嗱家就看到很緊張，也變成好咧。我去透過宣言吼，我都強烈訴求到安尼，代表安尼400萬客家人，我講要爭取我哋國客化嘅權利。遊行過後，省政府把第一錢地推時就嚟挑戰嘅客家節目向前。陳一鳴女士呢都主持呢，那當時呢。同鍾秀珍先生總路呢，其中都會講客家文化個歷史嘅問題，藝術都會講客家話問題，同佢安尼都會對講嘛。家節目咪一樣望，但是這頭天晚講呢就播出，因為個時段真可能本客家話呢一個片播出。後來我記得我寫一片段都大批安叫心啦，就講。你係應付人哋嘛？這項目30年講睇的，介紹是做客家訴求都至今做到的，連種種也係做客委會來專門負責客家事務。唔過目的老文化小這個危機本限在。可能傳到一台班啊，尤其都市嘅人啊，很多錢人嘅力量嚟去搶救起來啦，搶救一度係算一度。他個對於自家文化意識、文化主權、族群嘅情感認同呢條觀念嗬，經過安陽運動以後，他個規則社會互通以後，呢種東西變成一種新嘅價值觀念，條件冇嘅。1988年12月28，歷史記留下來2頁。30年前，客家前輩五股強權，上網政治行業歸為主嘅權勢鬧最嚴，也帶出日前組織情嘅真相。30年來，行業建立建築客家意識，客家族群嘅地位也越見越提高。30年過後，新時代注入新嘅挑戰，來到面挑戰，客家嘅後場為當首長，沙定下去。